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骑机车拄到莫名其妙的代志。新北市三重埔一个骑士骑车骑到半路，常常有一个生分的男子用脚甲踢，伊一个当下差一点啊刹车，有够生气，找对方来理论，结果对方甲呛讲，因为伊无让行人先行，伊看袂做理才会甲踢。警方讲，这种行为已经犯着伤害甲毁损罪了。 查甫人骑车骑到一半，向一个穿青拖的查甫人伸脚就甲站过。机车为倒明处差一点就刹车，奇怪明明都无弄到人，想做对方要甲站，骑士是赶紧停车，找对方理论。穿白衫这个查甫人刚站人的车了后，搁对骑士步步进逼。被害人是惊一个，赶紧将影片抛去咧网络顶，呼吁大家骑车细腻。经过那条巷子，突然他抬起脚，然后把我从我的车子踹我的机车，回头跟我讲说：“你撞到行人了，你不会道歉哦。”突然迄个站嘛那样，那个站的我都有点贵啊。其实是莫名其妙。30点外，经过新北三重埔，锁定着这个行为真奇怪的查甫人，伸脚站伊的车，骂伊爱让行人。被害人是无傻傻，家己都无弄着人，哪会去互对方抢？安那嫌犯，恐惊已经触犯着伤害甲毁损罪。他是走在边边，然后我只骑过去而已，那边没有斑马线，什么都没有，然后就突然抬起脚攻击我。警方锁定嫌犯的身份，早起10点将伊通知到案，后续将伊依照下违法的裁罚。是讲安怎会讲站动机爱个调查，只是这看起来和无差别攻击真相共，嘛互附近的居民心惊惊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